因是包游览车来甲我加油的。游览车，应该有几百个有哦。几百个，几百个，加拢厝里的人呢？是你看，像咱即摆徛伫遮，迄人几百个，要翕相哦，歹翕啊。安尼我真好奇，恁今仔日的幸福类是啥？今仔幸福咧厉害，洗碗机。现在是洗碗机，因为你看我有4个姐姐，一个哥哥嘛，啊因拢总搁生10个啊，10个囡仔，所以阮规家伙咧做伙食饭的时阵吼，你看碗池偌济就好啊，到尾啊，大家就为着洗碗这件代志头壳足疼。好，开始啊，40秒哦，来了，完成啊，加油！你两个较加油诶！哎呦 ，Go， 加油啊！是中油的新完成，还是 Go 的新完成你咧？两个较加油诶！7、6、5、4、3、啊，你老贵啊！ 哇，加高手，100啊！哇，姐姐，你有啥物话要对伊讲的？原来我这是过关机器。鸟鸡啊塞！啊，这个原来这是鸟鸡啊塞。你看，好啦，无要紧啦，你到今嘛还是需要哥哥姐姐来照顾呢。无要紧啦，洗碗机我买啦。